湾看世界，来看法国西北部的城市鲁昂发生重大的劫收案。警方押人犯要转去加押，经过收费站的时阵，互埋伏的武装分子开枪攻击，搁放火烧车。押犯人的警察有2个死亡，3个受重伤。 画面内底2台押送犯人的警察车都通过收费站，倒去互一台黑色有标志的车正面弄着，歹徒落车走到车尾，和押车的警方相战。放慢速度来看，警察车后边和正边出现另外3个歹徒。原来警察车后边迄台来接应的车和歹徒是共党的。2台车前后将收费站口的2台修车砸落来，警方的处境是真不利。 这是近距离翕到的画面，歹徒规身躯穿乌衫，手举重型的武器，类似是冲锋枪或者是半自动步枪，会当连续射击，火力真大。Qui suivait donc vraisemblablement le véhicule pénitentiaire. Ils ont fait feu à plusieurs reprises sur les 2 véhicules de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aire, tuant 2 agents, en blessant 3 autres. Et ils sont repartis en emmenant le détenu. 最后完警了后，歹徒放火烧掉3台车来别整，了后带小贩坐接应的车来逃走。民众通过现场的时阵，可以当看到火烧车的画面。相片清楚看到运送小贩的小马车，前挡风玻璃也有正边加租做的窗仔门，拢有互枪支拍过分者。法国西半部诺曼第大区卢冈市发生这件劫走小贩的案件，出代志的地点伫高速公路因卡维尼收费站。 案发了后，社会媒体拢在批评狱警介护不周，无照标准的停尸押运。严格检察官驳回，强调押送行程伫几礼拜前就决定好势，唔是案发的前1天才定案的。Les agents de l'escorte étaient évidemment armés. Les premières constatations sur place permettent de penser que certains ont pu faire usage de leurs armes de service. 法国政府遂启动爱贝维亚计划。 这项计划是几月由法国的宪兵处理绑票盗角和搜捕通缉犯的应变方案。目前已经调派几百军警搜索掠凶手。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